情景对话，李俊德。情景对话的题目会提供一个问题，也是情景，请考生回答指定的问题。情景一：菜市仔底卖的果子真侪种，请你讲出5项果子的名。阮兜拄好住伫菜市仔的边仔，市仔内的果子摊是我三不五时定定会去甲头家交关的好所在。我上爱买的有真侪汤汁的果子，亲像食起来甜蜜蜜的花莲丝果，加起来脆脆的芳果仔，还阁有迄哪食哪滴汤的爱文酸仔。头家讲，即马赖子当着时，伊有留一箱上水的买互我，我要赶紧来去，莫转来咯。情景二：煮菜的时阵会用到灶骹的啥物物件？请你讲出5项。阮已经过身去的奶妈真敖煮菜，我上爱食阮阿嬷亲手煮的面线糊。阿嬷煮的面线糊是绵，搁香。伊会先打熟的香菇浸伫碗公内，再用菜刀切互油，搁来用锅仔搭面线，用细拍火豆滚互烂。上尾砍鼎挂，翕几分钟才会当关火。就安尼，一碗互人流喙烂的手烙面线糊就煮好咯。情景三：台湾的鸟仔有真多，请你讲出5种。阮阿嬷兜有咧种田，正身雨凉的旧厝边迄大片的田边，定有白灵丝飞来飞去。厝尾顶嘛有几大阵的赤鸟会飞来顶悬，唱歌兼休困。有时阵，远关山迄搭嘛有蜡叶会自由自在飞伫悬的天顶四界佚佗。咱台湾真正是鸟仔生团的好所在。情景四：早起到学校，同学爬修功课的时，你雄发现减写一项功课，这时阵你要安怎答老师讲？阿雄老师，我答你讲一项代志，毋过你爱先答应我，你听了袂使骂我。我昨暗抄联络簿仔的时阵，失神检抄一条国文宿题，所以我即时也无法度交互你批改，请你带领我往过拢有准时交作业，无啥物歹记录。这斗是毋是会当互我一寡时间？我会连变赶紧把功课补写好交互你。
真多谢老师。真紧哦，你租的脚踏车无法度准时行，请问你要安怎打电话甲头家讲？敢是理想车行的头家？我对中山路一直行，转2、3个月了后，当有看到中正路，煞找无路通倒转去啊！即马我面头前有看到一间土地公庙，毋知影你在地人有法度甲我报路无？因为我路草无熟，袂赴通准时搭即台租车骑转去。先甲你讲一声，请你毋免烦恼，真歹势啦。真紧乐，你要去旅行的时阵，爱载啥物物件？请你讲出5项。人讲福州伯啊，出门是心歹3支刀。即摆我要去泰国旅行，我嘛先准备一寡药膏，通预防互蠓虫咬着。抑阁有，我食的皮肤过敏的药啊，嘛着爱穿好好。阮母啊，定定伫咧讲，阮人出门有3不便，所以户口、信用卡嘛拢着爱早互齐全。前景7，校园的植物有真多，请你讲出5种。阮国校仔的校园有几片的土地，种有够多的植物。听讲校长啊，真爱有芳开的花花草草，所以下课的时3不5时，拢会看到校长成做工友伫遐咧种花。伊有种玉兰花，花开的时是一阵啊一阵清香，随风吹来。伊还阁有种一种白色的，会点煮饭的时开花的煮饭花。听讲校长上喜意的是茉莉花，伊阁爱哪鸭水哪笑，6月茉莉真正香，带新娘啊收看房。真紧8，你若要去阿姨兜做客，请问你要安怎甲伊开讲？美华阿姨，毋知影你礼拜6敢有伫厝呢？3个，阮去天公庙拜拜，有专工去迄间伫咧卖老阿嬷手工做的草仔粿，要提起互你食。顺煞看你看医场，近来有搁加康健无？抑阁有，阮后生顶个月去韩国出张，嘛有吩咐讲伊专工去买上等的韩国裙仔，要送互恁。阮会踮伊遐，甲你吐槽规工的，